欢迎收听6月29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要一起来分享路得记的4章18节。路得记4章18节，我蒙恩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要来 RPG 的祷告，在诗篇的22篇29到31节。地上高傲的人都要匍匐在他面前，一切必死的人都要敬拜他，世世代代的人要侍奉他，人人要向后代述说上主的事。未出生的人将要听人说，上主拯救了他的子民。我们的主上帝拯救他的子民，在世世代代中。在路得记的故事里，那个士师秉政的时代，个人行个人以为的事情，没有王的时代，在人看来这个穷乏的、缺乏的、没有依靠的拿俄米和路得，因着依靠这位世世代代拯救人的上帝，他让外邦人路得归入他的名下，他让拿俄米因着愿意相信转回依靠，他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拯救心意，将他们归入在救恩的家谱当中。这是法勒斯的后代，法勒斯生希斯伦。谁是法勒斯呢？法勒斯其实就是犹大的儿子，而且是双胞胎的儿子。法勒斯他是从这个犹大的媳妇他玛所生的，在那个至近的亲属可以代赎来生下儿子，让这个父亲或者是丈夫的名字能够继续传承下去的以色列时代。犹大透过他玛生了这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位就叫做法勒斯。而这法勒斯后来在今天经文延续下去，我们就会看到他成为了大卫王的祖先。在更长远的时间轴来看，他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祖先。在这个救恩的家谱当中，俄贝德的出生竟然让路得这个外邦女子也归入在这救恩的家谱当中。这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真的是要拯救，上帝的心意真是要带领人在那个没有盼望、失落，甚至是在那穷苦当中来经历突破。就好像今天的这首歌，神的孩子，你是神的孩子吗？上帝的心意是邀请你要归入他的名下，成为他的孩子。这首歌说，不看环境，不看自己，凡专心依靠他的，必重新得力。神都垂听你每一个祷告，千万别放弃，你要忠心走到底。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是你父辈
要忘记，你是神所爱孩子。神的孩子在主爱中得享他安息，永远不要忘记你是神所爱孩子。10几岁的孩子因为敏感的灵性体质，他寻求在当时环境中推荐他的传统信仰来去邪，并且归入了神明的名下，成为神明的孩子。而在这过程当中所经历的，竟然是要成为宫庙当中的乩身。若不配合，起乩还会以神明惩罚你，受到威胁。在这一个漫长的岁月里，累积长期的恐惧和压迫，连他的父母亲都为此感受到非常痛苦，自责不已。我怎么会生出有这样体质的孩子？但是上帝为人预备的救恩，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儿女，也没有忘记他儿女所生下的儿女，他们的后代。其实他们是第5代的基督徒。上帝预备机会让他们能够回到教会当中。在一次朋友的邀请下，他来到了教会，没来没事，一来，哇，全部都彰显出来。那生命里面的黑暗，那捆绑和不属神的灵的辖制，让他一进到教会就开始想要呕吐，头晕，全身颤抖，在那里哭泣，甚至狂吼。弟兄姐妹和牧者，他们为他祷告，就在那祷告的当中，带领他做决志的祷告，不再相信这黑暗的势力能够辖制他，而是要相信这位救主耶稣来拯救他。当他说出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突破的恩典就光照生命中一切的黑暗，混乱的身心状况也在那当下立刻归回平静。上帝拯救他的孩子归入他的名下，他不再是神明的孩子，而是上帝的孩子。而这一切的突破，不仅是来自上帝不忘记他那前辈信仰前辈第5代传承下来基督徒的祝福，更是因为我愿意相信。你愿意相信上帝的救恩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吗？并且他邀请你在救恩的家谱上谱上有名。快来相信吧，这位靠谱，对你生命有计划有谱的上帝，让你的生命能够经历在命运中改变的突破，成为蒙他爱，蒙他拣选，蒙他拯救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不仅是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更是拣选我们在世世代代中来述说你恩典的儿女。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看见你的拯救带来极大的祝福赐福，透过我们的生命，借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这信仰的美好，这信仰的救恩，也让人继续传扬，继续见证，继续经历。主，你的心意是要人得着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相信你，也一起成为在这丰盛恩典中的儿女。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你带领我们突破再突破，就像法勒斯的名字一样。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经历那命运改变的突破，成为上帝的儿女。我是世界牧师，我们明天见。